伫听信息大心，咱先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阮来到你面前，亲像落较无溪水共款，阮羡慕你的话，愿主你对阮来讲话，鼓励阮，支持阮，也真做阮的帮赞。安尼同心祈祷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有一个瑞士的公益的广告，伊想要制作一个真特别的 model 模特儿，想要看经过的人是毋是会当看见这模特有啥物甲一般无共款的所在，以及因的反应是啥物。所以因就找到真侪身躯有欠缺的人来甲因量身定做，制作甲因共款外形的模特儿。这个身躯欠缺的人有人有因为意外失去伊的手，有人失去伊的骹，有一个因为骨头的关系，致到伊身躯是歪的，徛袂直。有人是身躯真细，无法度对着身重来长大。这个身躯欠缺的人，当因是目睭看见因一模一样的模特儿，伫因目睭前的时阵，因感觉真着惊吼。因讲哇，竟然会当做甲遮尔成，接煞店员就甲橱窗内面遮个模特儿换做遮特别制作的模特儿。有经过的人就摕起手机来翕相，有人看到真戆影，就徛伫遐。有人停落来看，然后伊详细咧想讲，即个布置敢有啥物特别的意义吗？嘛有少年人真感觉趣味吼，就学伊安尼歪歪的身躯徛伫遐。当即位身躯无法度徛直的即个小姐吼，徛伫橱窗头前看伊家己的模特的时阵，伊满面笑容，伊真二弟想讲，家己会当成做橱窗内面的主角。这身躯中的欠缺，伫伊的目睭内面，那亲像变做是无欠缺啊。伫圣殿水的门的门骹口，一位生出来就骹就歹的人，伊的姿势的转变，嘛引起周围大家真大的反应吼，感觉真着惊。这位逐工互人扛来放伫遮的人吼，哪有可能会当徛起来行路？这个出世骹就歹的人，心内应该嘛揣一着吼。原本是要彼得甲约翰来分一寡食的物件，会写是讲分一寡钱来买物件来食。但是伊无想到讲，伊家己嘛会当得到医治。今日所看的圣经11节记载讲，伫所罗门的走廊，迄个得到医治的人牵掉彼得甲约翰牵掉。在场的人嘛感觉真奇怪，真着惊，拢活来看。这活伫边仔人咧看的人，咱想看觅因想要看啥物？通常伫咱的经验内面，一项代志发生，然后一堆人围过去看，咱拢会称伊做咧看闹热。所以遮围伫边仔人，若拢看了嘛无因的代志，就真正对因来讲嘛无任何的代志会发生。但是伫即段当中，若有人喊话讲，我嘛要甲伊共款得到帮赞。亲像耶稣在传道的时阵，埃罗伊来找耶稣，甲伊的查囝医治。伫路里，一群人围内，有一个真渴慕的妇人人伊伸手去摸耶稣的身。那遮的群众甲即个渴慕的妇人人共款，安尼围内伫彼得甲约翰的身边的时，
相信国外耶稣对因的性命嘛会得到改变、甲帮助。当彼得看到这围绕伫边仔的人，伊马上回应因心中的疑问哦。彼得真勇敢，伊连续大家提出3个问题哦。伊讲：你是安怎为着即项代志感觉真奇怪啊？是安怎主目看阮？是想讲阮凭啥物靠家己的气力，互即人起来行路？然后彼得就接续说明伊的答案，见证了上帝是医治即个生出世就歹脚的人。然后伊阁一摆重复讲耶稣受卖定是一个4个月的内容。圣神甲门徒同在，因领受圣神甲耶稣国话新的生命了后，有真大的改变哦。彼得变甲真勇敢，也会当看出这人心内的疑问哦。亲像早前耶稣看去边仔围绕伫边的人，遐想要抓伊把柄遐个人吼，也是伫边仔议论遐个人，耶稣一看见，嘛是等伊来提出问题。直接甲因对话，彼得直接看起来敢若真有耶稣的款式吼，又得到耶稣的生命的款式，也充满着气力，通勇敢为主做见证。彼得讲，即个位出世就骹就歹的人哦，起来行，毋是因为家己的气力哦，是伊所信靠耶稣基督的名。耶稣基督的名带出上帝的权柄，互伊勇壮有气力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你所明白的上帝的权柄、大气力是啥物？伫圣经的拄开始，上帝大气力对混沌中创造出真水的世界。伫以色列百姓真困苦、最劳累的日子内面，因夭久会当生团济济。上帝的大权能，或者真平凡的人，受到上帝的拣选，真做以色列百姓真多的领袖。上帝的权能，或者人看起来袂当得胜的征战当中，上帝总是有办法，互伊的百姓拍赢征战。上帝权能，互伫人伫混乱、惊歹的时刻内面，上帝天开一个新的希望，就是互耶稣出世，带来愿望。上帝大权能，也互耶稣对4个月。上帝大权能，互死亡变做是永远，互咱无徛伫死亡即个坎站，成做一个终点站。若要继续讲到你的生命中，你会安怎讲上帝大气力？你经验到什么上帝大气力？伫今日所读的圣经16章吼，咱会当看见讲，即位出世骹就歹的人会得到医治，除了有上帝大权能医治以外，伊也阁需要信靠耶稣的名。因为是耶稣的名，互即人得到能力，然后对耶稣所想事的信心，即人才通完全好起来。咱特别来看16章中间的即两句话，就是讲是伊信了耶稣的名，因为伊对耶稣想事的信心，互即人活起来，即人徛起来。即句对耶稣想事的信心，伫原文内面有特别讲起较完全的讲法，就是借着耶稣所产生出来信心吼，借着耶稣所产生出来的信心。亲爱兄弟姊妹，伫遮是安怎讲到相信耶稣的名了后，也阁爱讲借着耶稣所产生出来的信心呢？这嘛敢若在表示
表达讲人对开始讲相信耶稣的心，然后达到实实在在锻炼出完全的相信的过程。会记得有一届伫扫墓的时阵吼，我必须要行过一条真矮、真长的田花仔路。自细汉伫都市大汉的我，毋捌行过啥物叫做田花仔路，毋知在座咱有人行过无？敢好行？我看到头前迄个人行头一步、第二步，第伊安尼行，还阁还好吼。但是等到第三步以后，我突然间感觉我的骹吼，煞变做敢幼婴仔共款，骹无真叮当，无法度行路，连徛都拢徛袂知。所以规条田花仔路，互我踢掉咧吼。我头一弯看后壁，大排长龙的人，然后有一个人就冲出来讲，真生气讲吼。你会晓行路袂？然后伊就行落去田底，行田底路。当时我真歹势，歹势甲毋知要安怎吼，歹势甲想要哭出来安尼。因为徛伫遐行也毋是，退也毋是，我阁真正行袂去吼。然后后壁有一个阿嬷就对我讲。来，我牵你的手。伊用真温柔的声讲吼，你细汉的时毋捌行过田花的路，当然袂晓行。真特别哦！当伊牵我的手的时阵，我的心就袂惊。然后缀伊的骹步，一步一步缀咧行，迄速度真正真紧呢，紧的会当安尼一步一步。真紧向前行。当看见16即句话讲，相信伊的名，然后借着耶稣来的信心，互我想起即段行田花路的记忆。心内嘛，敢若咧问家己：当咱相信耶稣的名，咱的心是毋是随完全相信耶稣？那当咱信心无够的时阵，圣经提醒咱就爱常常伫耶稣的内面，借着伊，牵着伊的手，起条条，然后咱会有气力行过去。伫彼得见证上帝信息的内容当中，讲起人的无知啊，要求彼得都甲耶稣顶伫十字架顶。但是上帝这大气力，互耶稣对死的鼓舞，所以彼得最后邀请大家讲，咱着悔改，归向上帝。这除了是讲对伫罪恶中的认错，也是悔改以外，搁较重要就是爱常常提醒家己来归向上帝。常常看家己的心思意念是毋是上帝所欢喜的，若毋是，咱就甲伊转变过来，用上帝的话来成做咱的心思意念。透过彼得回应这证人的所讲的话，互咱学习讲，咱来提醒家己，咱所有的恩典、才能甲恩赐，拢是对上帝来。是上帝手赐，所以咱的心就毋通骄傲。伫《以斯帖记》有一个记载，一个真有名的人吼，这个人叫做哈曼。伊啥物款的有名？就是心骄傲的真有名吼。伊受亚哈随鲁王提升成做宰相，但是伊的心真骄傲，真自大。甲家己看甲足大诶，所以当伊看到莫迪改无跪拜伊诶时阵吼，伊就想尽办法要来处理伊吼，来对付伊。伊无想到讲家己所制作诶茶几啊，原本是想要设计莫迪改，但是最后却
却是互家己吊死伫迄柴架顶来丧失生命。透过彼得对咱众人传讲信息的话内容，咱会当学习着讲，咱爱常常来检验家己。生活当中是毋是有弃绝上帝，还是离开上帝的想法甲行为啊？伫撒母耳下卷第六章的记载讲，当大卫王伊迎旨约柜要入城的时阵吼，伊真欢喜快乐跳舞在敬拜俄罗上帝。但是伊的某对伊讲啥物？伊的某米甲对伊讲吼。你这以色列的王啊，今日你真正是有够体面啊！亲像一个小的吼，毋知见笑，伫你的大城，伫你的罗卜面前，安尼咧跳舞。这代表王伊是专心专人咧欢喜敬拜上帝，但是伊的太太却对伊讲口舌的话啊。伫生活中，如果咱也无常常警醒咱家己，常常倚靠国外主，咱的讲话、咱的行动行为，也有可能无细里就出差错，离开上帝，来伤害人。国外耶稣对门徒来讲吼，恁着奉主的名，甲悔改、甲赦罪信息传播出去。而且耶稣会将被上帝所要应允互咱的祝福赐互咱，也着伫城内等待得到伊对天顶来的能力临到咱。所以当咱庆祝了耶稣过活的每一天，咱也爱常常伫主耶稣的内面，伫主的内面。当咱拄着挑战甲困难的时，搁较爱牵了伫主，借着伫伊的内面来产生建立迄个真实白、真实实在在的信心，然后领受伊所赏赐的快乐。像是咱也为着拄着困难挑战，还是身体软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，互因也会当经历着即种相款的国外的生命。这算无事，我想要邀请大家吼，伫你即摆生活当中，有啥物代志你需要我靠伫耶稣内面来得到信心吗？或者是你知影伫咱的生命、你的生命当中有人只是软弱，伊身躯拄着病痛，伊需要上帝的恩典当中，互伊有气来行过这段时间。无需要请大家，咱即马为着你所想到的人，咱同心来出声来祈祷。亲爱的主上帝，阮来到你面前，主感谢你用无限的疼甲恩典，逐工甲阮相同行。主，阮要亲像这位出世落来着较歹的人，阮来学习伊较无的心。主，无论是伫顺境、伫逆境，主你拢互阮有一个敬信的心，互阮知阮定定要来找求你。主，因阮知找求你是一生当中上重要的代志。因为主，当阮甲恁相连结，主你着要保守看顾阮，伫你的内面有满足的喜乐，伫你内面有满足的恩典，伫你的内面也阮会当建立起造阮真实实在在的信心甲使命，互阮行伫无论伫逐所在，主阮拢会当成做一个勇敢、有气力，会当活出国外主的基督徒性命。主，阮多谢你，活出主你所意爱上帝囝儿的性命。主，多谢你，阮也为着阮身边所有兄弟姊妹来献上阮头拄仔的祈祷。愿主你保守因，甲阮共款，伫主你的内面，借着主耶稣的性命内面，得到满满的信心。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的名来求，
阿门。